老婆出卖肉体的钱是一家的命脉，不要遐想，还米店的债呢还没不够，菠萝工厂最近又关门了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了，无论怎么样，依然是苦的不能抬头。杨天丁茫然的不晓得以后应该怎么样。这样一个家受了再也爬不起来的致命伤，是4、5天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看故事里面讲，那个庙下一个饲牛场的门头杨天丁老家朋友，嗰两个同这个社会的苦难的神法，那是一本书多个是牛茶斋的神意哦，没有嘞。我冇投入啦，所以呢，当然本洋子全部去做工，6场以上的茶路，有多年才搞的牛茶不准经营，结果呢，你做牛茶咩从所以说料，要不警察做得大，所以按那状况下呢，出现一个人间情态的悲剧，也不用是不得不卖身了，卖身也冇办法。解决你按那个审判啊。阿妹，唔识，阿妹睇你，一撮冇事，唔怕。條家，請問見本人有貨我查嘛？今日講吼，拖拉庫辦酒咧啦。按你啊。條家加漢牌有愛送去拖拉庫行多嘅位數，請條家咩做啲上當拜託。那一間沒有在一點上，就算唔用拖拉庫，也用到你牛叉，安尼你啲麼？好啦，走咧啦，哈。韓老豆見本人穿的做的是一串包。唔老道，我家用時咩老道要牛茶，加本嘢，用嘅就唔會餓到，你中到啲獎嘅。李后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人，他是很浪漫的一个很有天才，他写的这么凄惨的可见这个人心都抱着怎么一个难受，而你应该是有钱，但是绝对平民这种态度，这个是艺术文学最高的境界。我哋上海攞唔票田，唔過冇壓金，上海攞唔參詳一下。乜叫做愛錢？同情心咩嘿？做麼？行啊！提前做。哥，我錢有我錢的辦法。雖然較污、較臭、面較粗，不過還看得啦。嘅押金應該有其他辦法。台湾文学的历史唔係一場，但是作品嘅台灣文學嘅作家實在非常不得了，就是一種人的對同胞、對同樣嘅人類嘅一種疼愛，所以面對文學嘅裝備有兩個角度，一方面非常欽佩，我有暗後嘅前輩。一方面時時警惕，另一方面對同胞的、對貧窮一般人的關心，冇唔記得咯。因為事實上有按那個前輩後輩以為，是我按嚟想，也是愛咁講。